6点10分起床，安徽小县城全职妈妈的真实生活。秋天該很好，你若尚在場，秋風即使太陽已漂亮，深秋中的你甜蜜我夢想，就像落葉飛輕敲我窗。當天該很好，你若尚在場，天空多灰，我們已放亮，一起坐坐談談，來一桶香。莫說愛今大運這樣長，能同途偶遇在這星球上，燃亮飄渺人生，我多麼夠運，無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從沒再疑問，這個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該很好，你若尚在場，火一般的太陽在臉上，笑得肌膚如情含極有樣，對着看的一雙笑着唱。怎么做的？牛肉真的，芝士，牛肉，就把你往稍微近一点。对，这个是妈妈拍咸菜，特别好吃，用这个蓝莓酱的罐子装的，让它想起来蓝莓酱。找半天你的眼睛。無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從沒再疑問，這個世界好得很，拜拜。能同途偶遇在這星球上，是某種緣分，我多麼慶幸。如離別你亦長處心靈上，寧願有遺憾，亦願和你遠亦近。春天該很好，你若尚在場，春風彷彿愛情在醖釀。初春中的你撩動我幻想，走進嫩綠草時。